pues tu alegría, Magdalena. Magdalena. Tengo un novio que se llama el apellido Vitorino. De Claudino de Andrea. Alegría, Magdalena, que ustedes Se la llamo a los amigos. Para. 讲到西班牙，你会想到嘛？该喏，迄动热情的弗朗明哥舞，也是动乡头的丢牛斯，迄有名的平价时钟，还有毒大头名的足球俱乐部。由台湾17批胎的国家，充满点多元丰富的文化能量，建设到世界各地的旅行人都来。要不然你就天天来撞婚，连客人来拜访，也多姿多彩又热情的西班牙。约1万公里，总算来到了西班牙。我第一站要先对马德里北部70公里的小镇塞戈维亚出发。这在伫公元80年起嘅，将具有2000年历史嘅罗马古城，系当地保存东方嘅历史宝库。当地一座联合国认证嘅世界遗产之都地图，原来就都在讲述到古文明嘅智慧和强盛。本人是塞戈维亚，就常常来拜访，特别老人有啲鸦片乡亲，米姐。Hello， 小姑，欢迎欢迎。哇哦，懂欢迎你懂来欧洲国家都是按呢，就是亲2下代表很亲切的感觉。对对，哇 ，Segovia 好漂亮，是哈，一来到是不是很震撼？贡多亚罗马古水道啊。其实我之前在天师面那种宽沟哎，我跟你讲 T 拜亲眼看到哦，我还是觉得真的非常壮观啊。你看这个每一个石头跟石头中间，它其实是没有连接剂。哦，其实几只黑花岗岩一扎一扎不用松稀它都按狗呢，它都没有任何接着剂。哦，只有6000年的历史嘞。 6000年，不2000多年前他们智慧怎么会这么高？是讲一般的水道 ND 就讲可能是建在地下较陡没，因为我讲要给会建到按狗呢，是反而是建在室外，建在这么高的。跟老给地形有关，因为它是接从外面雪山过来的水。哦，你刚刚走台高楼时节，我发现这边其实算是比较地势比较低洼一点的地方。对，旁边其实有点像盆地的感觉，外面有很多高山啊。 还有西班牙，它本来是黑农业国家，所以它头白它需要很多的水来灌溉，所以他们都会要做这些水道。你猜猜看，它现在还可不可以用？呀好，可能就早早没，因为它现在应该变比较观光为主吧。 看起来哈，但是真的是很伟大，现在还可以用。呀，6000年杭州在用哦，杭州在用哦所以塞戈维亚这个地区，你说从山上。 有人讲，罗马帝国的土地延伸到那边，那边就有水土的重要。也在公元1世纪边嘅，用金色起嘅古罗马水土桥，全长728公尺，总共有4层楼按高，模样以及铁档嘅，除了个塞戈维亚嘅城市代表之外，同时喺伊比利半岛上保存到清好嘅古罗马遗迹，2000年来很好好地嘅，实在不能动震撼。 现在吃到行的欧洲的给路头，尤其是在那种老城区啊，都会觉得很典雅的感觉。你过就西班牙鸦片，尤其像我现在走在塞戈维亚这边啊，对，我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去定义说它是哪一种建筑风格。你看会不会鸦片？这个教堂感觉很漂亮，它是哥德式的建筑。你跟我讲就吃到有点乖乖的，它好像也不是很纯的哥德式建筑的感觉。它是西班牙境内最后一栋哥德式的教堂。哦你看它很特别哦，它又有蕾丝边的感觉，所以他们又称为贵妇的教堂。哦，你跟那个哥德式建筑尖尖的，一颗一颗，有点像那个裙摆的那种蕾丝感觉。可是你看见黑外有一张圆圆的顶哦。哎，超改，可是哥德式建筑应该是不会有圆顶，不是都是尖塔吗？对呀、西班牙的城市很多，它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它有很多时期不同的宗教在这边。以前有经过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文化的洗礼，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叠上去，所以你看到它那个建筑。黑不黑懂得某通用的建筑融合在一起。西班牙饮料店，我吃感觉我来西班牙，这个让我很惊讶，然后也很让我很钦佩的地方。基德就是在占领了一个地方以后，他们会保存下来这个原来的古迹，
哦，他们不会去破坏，他会在原基础上去改。所以你整个城市你会看到不同文化、不同的艺术形态。可是你按来讲来，吃到西班牙鸦片人哦，真的懂很否哦，他们等在生活之中就可以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第二次迄阵嘛，甲爱人爱落公报面上，爱就会突身引进来，因为爱摸会懂好艺术方面的东西。那种东西呢，唔係講你去學到，突己去學畫，突己去看是有用。然後喺生活裡面，你就可以看到這麼多藝術不同的撞擊，那個才是對他們最重要、最寶貴的財產。將我們來講是啲美術館，係會啲神話之中，有住適合啲神話度嘅人文教育。未想到艾米吉15年來到西班牙當地嘅仍然，對新竹府橋來嘅艾米吉係桃園平靜嘅客家大家人。結婚過後，停喺西班牙落國外派，喺啲上海15年，一直到去年，15年將轉到西班牙重新開始，未打開咗艾米吉南外一扇重門。你好去食飯，你台灣嘅你去食乜嘅？哇！塞戈皮亚那邊輕油苗就會配年族咩，而且還是米其林餐廳推薦。你會帶哪誰來做嗎？很近哦，有做功課哦。那跟西班牙美食學院院長推薦我們來這一家。是講塞戈皮亞鴉片哦，那種配年族會按油苗哦，是它的豬很有名嗎？還是用？你想要第一答案，我突你去請給調崗用，我好朋友，我們去問他。Hola Melissa。¿Qué tal? Bien, mi amor. Hola。佢係呢間店的第四代傳人。TC 攤，第四我們代。收一攤差不多至少有50-60年歷史以上哦。100年。啊，100年哦。Vamos a comer un excelente cochinillo. ¿Estás dispuesto? 他說要帶你嘗最好吃的烤乳豬。哦，真嘅，其實嚟行呢度嘅時節哦，我什麼都沒看到，我先聞到那個烤乳豬的香味。聞到了哈。因為我講這邊Segovia這邊烤乳豬會按油苗，來摸一下調羹用。Nuestro rey Enrique IV era un rey religioso que durante un espacio de la liturgia cristiana。西班牙統一之前，是由東島國王天都的 Segovia， 其中加斯蒂亞王朝嘅國王 Enrique 4世時期發明嘅一出宴會料理，故說配年族嘅傳統就調被發展起來咧。500年來，落水土橋共用，落 Segovia 共用有名，尤其一間西班牙皇家美食學院院長推薦嘅老店咧，行下半日當期待。哦，來，哇，好香哦！ El cochinillo de Segovia, cochinillo de Duque. Los van a partir mis amigos. 怎麼？我們來切 Lo 豬。 primero que van a hacer es dedicarlo a nuestros amigos de Taiwán, ¿vale? Sí. 台灣 Taiwán, Duque, siempre juntos. 他在祝福我們。祝福我們啊！哦，用盤嚟切，還係剔一拜 A 哎 ver, la， 這樣就切好了。 Venga, una, dos. 你用來這盤的呢？ Gracias，這是給你的祝福。盤子切我已經有點很切驚訝了，完用過了以後，其實這個盤子就不要，它是把一些不好的運氣就丟到地上去。哦，黑暗的哦。8年來，儀式性嘅切盤傳統延續到今，本是美食嘅神奇，同埋家庭嘅無窮嘅魅力。除咗感謝國王賦嘅配年族嘅權利，咩嚟緊嘅傳統做下，留年下嘅起嚟，啲千年族嘅過程度。 感觸到年族皮蛋熟悉嘅佛式功夫，配上嘅米絲，行開半年都唔掉啦。現在試看呢來試看啊！唔通講哦，真嘅呢，切下伊還可以動車。很有成就感哈。好，一省食品。其實那吃起來哦，那感覺講好像沒有什麼很特別的調味，就是很原汁原味的感覺哦。你會想起了一間店做得做100年，傳4代，但是它原汁原味，通常很難傳100多年，可能就會人家就覺得沒有什麼味道。變化，要多一點變化。對，一方面是跟西班牙的民族性有關，當然一方面也跟他自己本身他傳承下來的技術有很大的關係。今年版本廚師給傳統還會存在，它就是那一樣菜，但是它的那個手法跟技巧是祖傳秘方。不過你剛剛講到說什麼西班牙民族性，那民族性我們該管係咯。西班牙人他吃東西跟我們台灣人有點不太一樣。
像我回去台湾，在台湾我可以每天吃不一样的东西，一直换。可是，在西班牙呢，给的吃饭习惯，他们可以一直重复吃一样的东西。懂你？给的哈猪吃是给通用我们讲 bocadillo， 就是面包里面夹火腿，他们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不太能够接受。不过是一个猪肉的 Q 米哦，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口味其实还蛮合的。你在饮食上应该是还蛮习惯的吧？其实来西班牙料的人，大部分人都懂中医来料，因为西班牙食的东西食材很好食。老外地台湾人的口味，东方人的口味较像，不过多了外面有一啲冇习惯的地方。哪边哦？是迄几条吃饭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你用会讲？西班牙人一年要吃500饭。吃500。早醒要吃早餐，下午差不多11点左右有一个咖啡时间，那个时间要吃一点小点心，因为下午吃饭是2点钟。啊，2点钟，唔是12点哦？唔是，今年下午到6、7点的时候，又会是点心。今年定下就其实是按不样哦。6、7点按呢8点啊？9点。9点。来西班牙我来1年，是肥了2公斤。唔要长来都1年人都肥2公斤啊？嘿，因为听暗食饱咧，唔知衰冇。这种轻的类似强用，西班牙完全无强嘅生活作息和价值观，为Amy治疗生意带来全新的适应力挑战。虽然唔判定现代嘅上海生活圈，不过不卡人哋那边就系不卡。发挥美术馆结合之前，勇敢到世界各地逛嘅精神，用开放嘅情感去感受西班牙无强嘅魅力。小吴，你看下迄位咧城堡，东江你知道有点感觉就像好像童话故事里面有住王子跟公主那种感觉。对啊，这个城堡它跟这个城市一样，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它最特别的这个城堡有一个历史意义。西班牙头摆有东都王国，都15世纪的时候有用在最大的王国，是一个伊莎贝尔跟芬兰多2个，一个是公主，一个是国王，2个大国结婚以后，从此西班牙才开始就是统一。哦，还有这个历史典故哦。你对这历史有没有按了解哦？是讲哦，这种是当开始的时间哦，因为有在想法讲，我对西班牙那边审判哦。这当时最早来的时候，我是来做条路来开发市场的，唔是来掠带的。因为这当时台湾人对看东都三毛的书啊。三毛？对，因为其下全部懂浪漫，懂漂浮啊，漂浮啊，对啊，还有。很飘逸啊！这当时我又后上，你又唔惊，是这来啦。西班牙我从来冇来过，我咩唔晓讲西班牙文，我感觉当有意思啊，都得来看。来到样地哦，这种伊开一只村文，让看到讲世界安泰，啊有人爱用生法，人爱对特别上的冇通用。那可是来西班牙生活，你不会讲西班牙话，用神法。这当时是东都酷，因为我唔晓讲。这当时来的时候，我想讲，全世界应该讲英文都会通吧？因为人家都上班哦。对啊，事实证明实在是大错特错。来到以后，我又没到大城市，我是到小乡村去。这当时我是先来落工。哦，这样是这样说的。嘿，第二次验婚啊，做签证的时候，记得本来一只天花，迄我老公的天花。啊？因为记得看我一只细毛的去家去西班牙，签证官是西班牙人，其实有一啲无风险。其实人来讲，基本来一只天花，你去寻了张人，见我好朋友，你去寻佢，可能佢做得帮助你。帮为我联络，了到西啦，因为我都是东洋，我唔晓讲西班牙文。欧洲嘅太好变也高晓，每次都一道嘅国家出差。小讲切开唔太当嘅 Amy 之讲，这种是因为学会英文，然后有钱就马个做唔掂咧。冇想到20年前嘅西班牙，真正一句英文都唔会通，连我点传食饭就会一个大问题。不过3年嘅安尼，打开了老公嘅缘分，接下来。听听 Amy 姐到中下嘅庄园和老公见面，此时对西班牙睇嘅第一，是做瓦伦西亚广送旅游去嘅亚洲区负责人，对西班牙本土文化和生活都懂了解。你都压在多马干，他们现在在干嘛？就是在看这牛勇不勇敢。我觉得真的很难得有机会可以来到真正贵族的家里，基本是有点不简单哦，你们从那么远过来啊，所以
这个刚好有个机会来认识我这个好朋友。Hola Fernando。Pero bueno, ¿qué tal? Querido Daniel, ¿qué tal? Mira. Ilusión verte. Aquí mi amigo ¿Qué que tal? viene de Taiwán。几头鸭在多马改，他们现在在干嘛？他们现在就是在看这牛勇不勇敢。哦，这个是在选牛，我们今天看的是母牛，这不是公牛，这是要当公牛的妈妈。哦，所以它比较小只一点点。对，它现在才2岁，正常的话是4岁，那是勇敢的牛才会有权利去生，所以这样的牛生出来的公牛才能上斗牛场。其实西班牙斗牛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有名啊。那到底西班牙的斗牛对于西班牙人来讲，它是代表什么样的精神吗？这个是罗马竞技场2000年以前仅留下来的一个人跟野兽的唯一的这个活动演变下来的。对，这是一个艺术，体育跟艺术跟文化3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斗牛是在它的技术也是像跳一个芭蕾舞一样，它的姿势非常优雅。你看它现在啊，它的一只脚动，一只脚不动。就好的斗牛士就是能在不动的情况之下，一直让牛在它的转圈，而且不只是转圈，是左边右边。现在你看左边右边牛也要配合。那其实跟现在动保团体他们的意识是比较高涨的，也是好像算是一种趋势吧。那这样会影响西班牙斗牛的发展吗？是的，目前现在全世界对这个西班牙斗牛呢是有点争议，因为这个斗牛呢，以这个种呢是人养出来的，要是没有经济效率的话，就没有人去养它，没有养它的话，这个种就会绝种了。斗牛只能斗1次，斗完以后就必须杀掉，所以是一种最奇怪的一种传宗接代的方法。斗牛选择在斗牛场牺牲，来传宗接代，要不然这个种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呢是保护这个种呢，那你就要让斗牛呢这个活动呢、艺术呢继续延续。你把它的禁止了以后呢，可能这种就没有了。我懂，他们已经豢养了这么多的世代，他们已经没有野生求生的能力了。是的。斗牛是伫古时代拜神祭祀嘅宗教法统，主要流行伫西班牙、拉丁民族。不过因为太粗残呢，引起众多嘅争议。众多尝试强嘅停停嘅斗牛嘅法统，每本当地人伫维持文化经济传统、和生命保护意识之间开始反向，同时面变做了政府新时代嘅难题。也排跳过泰国，唔但将开了眼界，还更难得有机会到底拜访中年嘅主人，係啲古老貴族家庭嚟嘅。后族我觉得真的很难得有机会可以来到真正贵族的家里。机会是有点不简单哦，你们从那么远过来啊，所以这个刚好有这机会来认识我这个好朋友。Hola Fernando。Pero bueno, ¿qué tal? Querido Daniel, ¿qué tal? Ilusión verte. Aquí mi amigo que viene de Taiwán。¿Cómo estás? Bienvenido。你跟我说这是侯爵，对，可是跟我印象中可能是我小时候看漫画或是看一些东西，感觉这个贵族不太一样，非常亲切啊，而且气质上面其实蛮高贵的。这贵族，这真的是气质就是不一样。对啊，你看我现在看到这个环境，你就知道，我很少看到家里面有挂这么大幅的油画，而且看起来是历史蛮悠久，不管是各种家具或是摆设，这是13世纪的，所以差不多700-800年的时间哦。对，我这保存的看起来很好，我觉得其实还蛮新的感觉。我想要问一下侯爵，就像我们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贵族制或是所谓地制，那欧美国家其实是有蛮多是有所谓的贵族嘛，那西班牙的贵族制度大概是怎么区分呢？Bueno, la nobleza es un privilegio que el rey da。这个烽火这个东西就是某一个家族或某一个个人对国王或对这个王国有贡献，所以给他这个特殊的待遇，给你土地啊，给你特权啊。这个荣耀是你的家人、你的祖先做的贡献。到今天为止，是依西班牙的宪法是人人平等，已经没有说什么高人一等啊什么这些，只是名义上它还是保留着。我看到这边墙上其实有蛮多的画，它大概是画一些他们家族祖先的人吗？还是 Este es un Marqués de Quintanar de 1800。啊，这个是 Quintanar 侯爵，18世纪的。Y esta es una bisabuela mía。
这是他的 Mi 曾祖母。 bisabuela Quintana. 曾祖母，所以他们其实还是算蛮有核心力量的。家族里面，在家里面现在还会放以前祖先的照片。以前是有这个习惯，因为以前没有相片，只能画，对所以一直会留下来。但是现在呢，有相片了以后，这个传统就没有了，反而现在没有了，所以他觉得很骄傲，他的祖先把他的另外的祖先呢都画下来留下来。所以就可以完全保留这个传统。孙有空现在这些贵族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特权在社会上面嘛。不过他们祖先世世代代留下来很多财产，应该他们现在也是不太需要工作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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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o es una herencia como cualquier otra. O sea, tú heredas algo y si no lo cuidas, lo pierdes. 他说这个跟所有的遗产一样，你父母亲、你的祖先留给你的东西，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他遗产给你很多的话，你不照顾好，就富不过三代也没了。那我可以问一下，那个侯爵，他现在在这个社会上，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Bueno, esto es de mi padre, esta finca y la casa y todo lo que hay aquí dentro. 这个呢是他父亲留下来给他的。为了经营这个的话，他有养斗牛，还有西班牙马，有这个农业，这个收入呢是来养这个庄园的。所以侯爵他这方面来讲，其实他是用家族的资产来保护家族的资产。 En este momento yo me ocupo del campo. 他说他想退休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照顾好，也是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再慢慢的传给下一代。西班牙的一个法律也刚刚改，是什么？就是说男女平等。以前只能传给男的，现在要求是老大，不管是男的女的。这是一个荣耀，荣耀是什么？是你的祖先得到的荣耀，你还有权利，还有义务，一起把它传下去，这是一种荣耀。泰国讲，虽然野下嘅贵族无摕嚟珍吃、禁止、留永久嘅铁拳，将存着一些象征性、留礼仪性嘅权利。不过几下百年来，家风还喺层层影响到家族嘅成员，对杨条嘅家教都生发态度，也係让人互通共化，当到细节，留佢哋层高高丘，行家都得看出来。不过无论係贵族还係国王，西班牙人单单懂亲切，路腔下就本人知道懂烦恼、懂快乐。 真紧哎，龟丘就会龟丘哦。他们每个房间其实每个东西看起来都蛮有历史典故的感觉。嘿啊，记得其实爱得讲见微知著。你看呀，懂西地方，之所在看到记得生活底部的细节里面，看到记得真实嘿，当然得懂某通用。哈蒙尼罗的时间哦，那想讲哎贵族哎，我会不会讲是金碧辉煌啊，好像很浮夸的感觉？不过鸦片都唔会啊。其实爱头摆老唔通用，没有接触到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想法。因为爱老公的关系，就慢慢就接触到一些比较上流社会，跟比较有一些贵族血统的一些朋友在一起，也是很幸运呐。那这种是当口一次的时间哦，你想讲哎，我要认识贵族哎，我有没有知道讲自己会觉得跟他们相处会看某吃菜啊？其实接触下来，某吃菜部分其实还好，最主要的部分是爱去加语言的问题，因为爱西班牙文某安好，可是他们对我觉得展现的更多是他们对我的一个包容。不管是我在语言方面，还有在一些，因为很多贵族的一些礼节，比方说吃饭有吃饭的礼节，然后有很多事情的礼节。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是一个包容跟一个开放的态度，所以我也学到很多。其实我感觉，贵族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更平易近人。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要给留黑朋友没？那你到底看到他们日常生活是什么样？老记得相处的时候，外面无当多压力，对我来讲是一种学习，因为他们的身上有一种文化的底蕴跟那种家族的传承下来，贵族的传承，所以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跟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就很自然会流露出那种贵族的气息。其实，在这种生活的底蕴，不是说你要模仿的话就可以模仿得来。对，其实你哈没看到董远，你哈是懂有钱。不过给 OAH 不管是在装潢或者是在生活上面，他想要表现出我现在很有钱。可是你常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土气，装潢也装潢不出那种贵族的感觉。就像你进来这边，你觉得这边很不一样，其实给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它带给你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没有办法去超越的东西。金钱是没有办法去。
透过泰国对西班牙的诚意了解，让人脉，被天数 M 字还更加容易懂体，加出对台湾屏东南族来的电影，有台湾人上打拼的精神，让西班牙人对生活的品味同热情。为了让更加多的朋友认识佢出到东沙皮的西班牙，佢动态方分享佢第一个以前，就像一本脱唔掉的书。泰国有唔少嘅法律，就像西班牙人对亚境的热情，办亚张开始嘅 party， 就係正經嘅西班牙 style。来到西班牙，当然做唔得兩個插花上面嘅 Flamenco 舞。對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來嘅 Flamenco， 唔但止係西班牙嘅國粹藝術，也很多年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透過50種無腔嘅音樂節奏形式，讓隨在跳舞嘅人展現自家嘅即興舞蹈，千變萬化，俾人感受到狂熱，讓刺激嘅生命力，更加多的現象你新溫度對生命嘅熱情。好緊張哦！哎，雖然講我這個人完全就唔會跳舞哦，不過我一上去哦，就馬上被他們熱情的那個感覺完全感染到。其實我拄來西班牙的時候，我最愛的只係 Flamenco 那種跳舞，你遐感受到的就是熱情奔放，對嗎？我拄來的時候沒有按用上，但是你接觸久了，你知道它的文化之後，其實 Flamenco 它是從吉普賽人的文化傳承下來的。它這個舞蹈當中，實際上它是有一點痛苦跟一點難受在裡面。痛苦哦，这就是巨星走出来比赛的通道。哦，哎，用来暗拍，怎么这么大的球场啊？这个是应该算是这附近最大的一个球场，这个是一个8万人的球场。我8万人哦！对，是新的规定8万人，以前最多的时候有站票的时候，还可以做到10几万人。10几万人。其實 Flamenco 它是從吉普賽人的文化傳承下來的。它這個舞蹈當中，實際上它是有一點痛苦跟一點難受在裡面。痛苦哦！先翕上吉普賽人佢哋無地方待，待了大家走來走去，還有佢哋到社會階級當中來講，大家是較輕視他們。其實佢哋有重度的傷痛都底背。所以他們會借由跳舞的時候去表達出來。根本因看到的還無通用，因為根本係私人行程，佢會表現出就是比較歡樂的那一面。有幾位應該去看個年紀稍微長一點的，愛切家是還好看個年紀還大的人跳，你會感受到在歡樂的同時，你可以感覺到它裡面的那種深層的那種內涵。他翕上看無按用的歷練是他跳唔出按用的韻味。吉他、唱歌的、跳舞，這三者就係 Flamenco 地圖做唔得缺少嘅靈魂。拳腳下嘅才高人生，愛恨情愫，展現民族神秘開放嘅力老將。本 Flamenco 唔單止係一種鐵定舞蹈嘅名嘅，也呈現出一種即時快樂、自由自在嘅人生態度。感謝 Amy 質量廣播還有朋友，並來體驗西班牙人吃透又充滿熱情的料理時光。除過塞戈維亞，便有泰國講難得來到馬德里，用做代表過馬德里人嘅驕傲咯。聽聽泰國去聖地亞個布納姆球場參觀，講出風格馬德里足球俱樂部嘅魅力。我在電視上面看到，走這個通道，等下就要去比賽了。是啊，這就是巨星走出來比賽的通道。哦，Oh my god！ 哎，用來暗拍，怎麼這麼大的球場啊？這個是應該算是這附近最大的一個球場，這個是一個8萬人的球場。我8萬人哦！對，是新的規定8萬人，以前最多的時候有站票的時候，還可以做到10幾萬人。10幾萬人，那比賽你常常在舉辦嘛，怎麼可能說這球場8萬人都坐得滿了呢？哦，是場場客滿，因為它這個是一個俱樂部，就是會員制，一開始一整年就全賣光了。
哦，等于是说流到市场上你的票几乎没有还，可能够买不到，还有可能会买不到票啊呢哦。常常买不到票。哇，真给呢！哎，这欧洲人，你有没有对足球要按粉哦？这些是生活的一部分。首先，学生呢，大学包括大学，比如今天晚上有比赛，明天考试可以取消改日期，因为赢的话你要去庆祝啊，输的话没心情考啊。按呢这么严重？这么严重？那政府会哭的机关真的吗？哦，那政府机关跟公司他们对足球也是这样的态度吗？都一样，都一样，就是因为这是一代人一代人在一起的。哦，这个老的一代他有他们的明星，小的有他们的明星，就是爸爸传给儿子，儿子再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哦，按呢哦，其实 Andy 腿板哦，Andy 对足球会某按熟啊。像我在台湾可能就只知道就是皇家马德里队跟巴塞罗那，球星的话可能就知道就是比如说像内马尔啊、C 罗啊、大帅哥啊。这个我可以建议一下啊，在马德里地区呢，不要谈到巴萨，也不要谈到这个内马尔啊、梅西都不要谈到。因为懂有名的球星，应该大家听得都很兴奋啊。没有啊，因为他们是这个对峙太厉害了，世仇啊。啊，嘿哦！以前呢，甚至呢看到这个巴塞罗那过来的车还会砸他玻璃哦，马德里车到那边也会被砸的。你说看车牌，我只要是现在看不出来了。哦，压看不出来啊！唐你讲足球哦，我听你讲的神采飞扬哦。你去在那边审发按球了，你是不是也有被西班牙人影响到，对足球也是很疯狂？对，住在这边没被影响的话很困难。你的朋友赢的时候这个很高兴，你会跟他们一起高兴；输的时候他们很伤心，你要跟他们一起伤心啊。哇！那久了以后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虽然谈起来动枪动好笑，不过19世纪对英国传入的足球，足球变做西班牙人推推相传的全民运动。因为影响的国家众多，在和平时代要本人看作各国之间无战俘的脚下战争。足球在西班牙的魅力，展现到政治、经济、教育也着各种领域，变做文化和神话的一部分，甚至超越的事业，也係經濟唔好帶來的影響。郭松，到底皇家马德里这支球队对西班牙足球来讲是什么样的定位啊？目前皇家马德里呢，它有3个第一，它的是品牌效应世界第一，收入跟利润呢世界第一，还有足球赛事任何的比赛，从年轻的队，足球、篮球什么的，所有的加起来世界第一。足球俱乐部通常是一个基金会，那基金会就是没有利润的，它的利润呢必须回馈到社会去，地区性的。可是 Andy 哦，从巴西给骗呢，他们经济上面可能没有这么好，不过因为足球懂死行，所以反而让这个国家不管是在观光上啊，或是在一些球员上，好像从很穷马上麻雀变凤凰变有钱。那西班牙鸦片有没有这种情形？这个欧洲的足坛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这是一个平台，让你一个本来可能没有任何社会出路的跳阶级的机会，经过足球可以跳阶级。比如说 C 罗。他最早的时候他是什么都不会，他是卖牛肉的啊！你说那个大帅哥 C 罗，他是卖牛肉的，他怎么会接触到足球一下就翻身呢？因为他可能喜欢足球啊，他踢得好啊，他的体格他什么这些，还加上这是天赋训练不出来的。不过像按你的故事，是不是会给西班牙人带来一些激励？就是说只要我有努力就会成功。是的，像我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案例，那个西班牙前国家代表的守门员卡西亚斯，他16岁。就被选上守门员了，一直到40岁，现在还在打。特别是西班牙，为什么这个个人信号就艺术家特别多？就是每个人是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发展。有没有读书这不重要，不是说你有什么文凭的时候，这个跟台湾的亚洲的社会不太一样。虽然西班牙人无像亚洲人安尼读世俗，不过他强调落实多元发展的教育方式，用速度的知识做人生好事的唯一重点。对生活、艺术度来涵养心情，对体育度天天落酷，竞争、素养、勇敢、应变、节节，本身也要来锻炼意志，培养青年快乐和神情全面空间的发展。安尼的教育空间，也给到一部分转到西班牙的原因。青年有适应鸦片审判吗？青年是很辛苦，因为青年佢哋都送回长大，要重重转移，佢哋。家的朋友全部都送回了，台湾有一啲就是亲戚啦，表哥、表妹、表姐，但是他主要他的朋友圈，青少年其实他的同侪对他来说很重要。还有记得一路去读国际学校，所以他们性格上也比较独立，所以佢
去年的时候，他放假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去家坐飞机，去家转去上海了2个礼拜，其实同好不卡俩待几单，他自己安排他的活动跟生活。转来迄有一天的辛苦，不过我感觉慢慢的也蛮好的，因为对大家来讲，全部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有一个新的激发。按用对佢来讲，有一点辛苦，不过我没看到佢都底部有成长。今年是好动作嘞，佢哋后尾会下好佢去搞爱做的事情，佢要来存钱，佢目前买机票啊，佢行去老同学吃饭啊，佢只会让爱到签合同、写契约，佢包办屋卡的两手，还有买摩托去煮饭。妹妹只是还好啦，因为妹妹还小啦。好像这个家里面有很多画是妹妹画的。对对，这也是很重要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留在西班牙？他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小孩啊，但是你只要给他，赶快给他一个白本，然后跟一支笔，他就安静下来。因为给他亲发图，那还唯一可以让他安静下来。给懂好发图，给老爱的细细去博物馆的时候，美术馆、博物馆，给只会去给他带笔、带本子。其实会看到买几中意的东西，其实会对等那样发。即当然是咩咩讲来就刻意讲爱栽培哦，还那讲很起做了的，某几次去给他懂好，兴趣最重要啦。先是兴趣，然后还要看他的天分。我觉得他是应该是往这方面发展。那西班牙确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地方。Amy 只讲，第一个充满包容力的国家度。本期看到细年主导的动出彩的组织下，还充满可能性。其中，动好大嘴鼓，老撒搞的西班牙文化，还较鼓励细年的3万问问题，老充满好奇的心。对西班牙人来讲，教育唔系好教的经验，是系有嘅经验。除咗基本的义务教育，也会还较应该留下充足的空间，本细年演出自我的价值。跟你对太后的时间就偷7年去澳洲嘛，又在上海是跟老公15年，其实中间你的工作也是飞来飞去，来来去去。跟你这些时间有想过，你长大以后真的会住在国外吗？冇诶，其实我感觉我去个东乡客家面，其实我同好太家庭，我同好东东运通哈，我太后毕业，一毕业我第一件事之后拿到毕业典礼一结束，我就飞回去台湾。还是想要陪我家人通下，我们又做事的时候又一直出差，要去欧洲啊，或者是去大陆，就一直跑。阴错阳差又到了这里，又遇到我先生，然后结果就把自己也卖到西班牙来。其实你看我好像外表很开朗，然后就是你们看到这样，就是很快乐。然后其实这样的行程，你大概不知道，其实我是单亲家庭长大。对对，大哥，你现在在压抑你内心的疯狂啊！其实你看我好像外表很开朗，然后就是你们看到这样，就是很快乐。然后其实这样的行程，你大概不知道，其实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妈妈，我觉得她非常的伟大，她让我们3个小孩在大学的时候都出国。我哥哥是到英国，我自人爱去澳洲读书。对佢来讲，係同辛苦的事情，佢还会面对同多的孤单。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哦，你不要走，或者是说，懂辛苦啊，你都几时转来？佢大摆台湾来读书的时候，我打电话问佢，全部会某问过讲你说有没有读很好？大家都会讲说，你要让自己快乐一点，你要多出去，你要吃好一点，不要省啊，多花钱。我感觉我的人生地步，我妈妈从来冇俾我压力。其实我感觉我较独立，较唔会惊讲出去动惊。按样的性格，
啊，讲到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我的家庭，我感觉我妈妈是从小本来懂得的支持、鼓励跟爱，所以我觉得，对我一直对什么事情我都是比较正面，也比较积极，然后很开朗的性格。所以你讲，亚哈生黑是定居在西班牙鸦片的。你讲你听阿祖省方面董久的时间呢？啊，还有那种想法会讲，还是想要住在离家里近一点的地方。对我来讲，最后当然是到亚洲待，亚洲待常常转去不卡看啊。要上演东方的食物啊，佮冇办法啊，因为老公倒来，佮我都要吃倒来嘛。我老公倒了，佢有佮事业倒了，还有佮家庭没倒了，因为我公婆没倒了，佢都到巴塞隆纳，所以我都要喊你转来。不过你黑另外一个按斗年呢，然后你又这么重家庭的人，那么久没看到父母，自己会不会觉得有点感触啊，或者有什么一些遗憾这样？其实当然会有，但是还能会向前看呐。那我觉得还是要向前看。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生跟小孩为主嘛。那我现在是有空抓到时间的时候，会转移多飞几趟，不要省那个机票钱，就多回去，有时间就回去陪我台湾的家人。其实在哪里不重要啦，我觉得心在一起，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好，就是彼此的祝福吧。艾米只讲，因为阿爸早早过身，阿妹一直向他3个生日呢，有黏黏的爱和支持，本生日敢出国去做梦，传统客家母亲坚硬的精神和亮度，唔但强迫阿妹得到家族的尊敬，更加深深影响到艾米子，本佢大白面对新的世界和人生的时间，一次次的充满感恩和勇敢。礼拜二下午，拄好遇到一场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听听西班牙人自从看到一场有足了世界水准超高的职业足球联赛，当真嘅希望拍落一转啊！赢一场就会太马鼓场的风马吹过，本球迷就不控用的呢。我们那天来参观球场的时候啊，没有人的时候，其实感受不到那个气氛。现在里面8万人坐满满，那真的气氛完全是不一样哎。你之前跟我讲说欧洲有多疯球赛，哇，呀，真的有感受到。你看刚刚开场之前，其实全场都在欢呼鼓动一样。对啊，你看前面那个是皇马的那个啦啦队，整个气氛呢都是他们造起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边，还有这边有另外一队，他穿红色衣服，他们对。都在比赛啊！这是皇马跟这个叫做欧萨苏纳。欧萨苏纳好像比较没有听过。对，他今年才从那个乙级升到甲级。哦，哇，那他刚升上来就要跟这么强的对手比赛。对啊，这个也是一种考验，让那个球员呢有机会表现。所以呢，他们今天呢会拼了命踢所以这比赛呢通常不是这个分数差很少，要不然就是差很多的分数。这个要专心看啊。这个现在，大哥你自己看球你是什么感觉？当然是享受他的这种技术了啊！当然就是希望他赢。然后这个刚开始呢，就是也是朋友聚会一个地方，爸爸带小孩啊，朋友一起来，所以大家一起来嗨啊！大哥，你现在在压抑你内心的疯狂啊！现场听到几条的分哦，真件是本人想唔到，因为世界连续的球风就同技巧和攻击，当到世界有名的球星，就为世界球队拼命，就说更加精彩。像今年就同为了千球的皇马对战，所有球员都使出全力来拼，大家球员都想要有好的表现，无论是汉子的球队的素养度，高水平的对决，对球迷来讲真的有动态的魅力呢。这个人真的超多的，可是他从底下到上面，哇，这个人他票价是不是应该差很多啊？像我们坐这个位大概多少钱？这一场现在大概就是50-60块欧元。哦，这边现在50-60块，其实我们看的人没有很大哎。对啊，但是要是在前面第一排、第二排，那个地方这一场可能要200多块。
200多块一张，200多块差不多就是对8000多块台币啊。前面那框框那个位置那边是450到600，同样这一场。不过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说是这一场？哎，它每一场票价冇空用哦。当然了，像这个位置，比如说跟巴塞罗那打还是比较重要的，可能这个地方就是200到300块欧元一个位置。原本我们这场比赛可能球队没有这么有名，就是它50块钱。对啊，如果说是跟巴塞罗那比较有名的球队的话，这边票价可能就200多块。甚至要300。哦，那如果你说像那边这场球赛就要400-500块的话，那超过，甚至都是1000，甚至有2-3千欧元的。哦，而且大哥你有讲到说皇马其实蛮会行销的，他们现在连教练都非常有名的。对啊，教练现在是齐达内。齐达内，对，就穿白色的那个，他是法国一次世界杯，一次亚军，一个冠军一个亚军，然后这个跟皇马一起也拿过欧洲杯冠军。现在又来了，开始啊！哦，你看开始鼓动了，观众开始鼓动了，来。除了神奇动好之外，和潘特斯泰前埋下3道烟道，影响狂听的民生球员、球衫、球票、顺条广告一条，非要在任何干脆，创下单年创到6亿欧元安度。讲起全球组千行的品牌行销的足球赛，美梦唔错。感谢泰国带来体验人生第1场的足球赛，本平常时当作了网友看转播的人，真叫是无遗憾呢。像安尼泰尼头用，常年嘅南欧国家度。感谢第2泰国1万人，本来感受到当地轻开放、轻自然的热情。每位感谢艾米姐，本来了解到迄啲每种世界的善良，那下岗唔是温柔又坚定的魅力。Para que me olvidara